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高雄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认在。金山中兴宫顶礼拜因为风台雨水崩山行落大雨，搁再淹。另外，3支区公所针对北监理进行预防性处理。风台过后，农业损失高雄是比较9000万，也那屏东有157间学校通报财损，各级学校统计有上亿遐济。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一名小队长食饭啉酒，骑奥多摆半路临检唔接受，落尾是去用记代过调职。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这金山的中兴宫顶礼拜，因为这山道日风台出现水崩山，想袂到今仔日又搁落大雨，这山顶黄土拢冲落来，害这中兴宫搁再淹水，附近的2间真家厝也受到影响。另外，气象署今仔日早起针对着湘北地区发布雷公雨，新北3支区公所就惊讲这大雨会来造成灾情，针对着这北韩里台开80名住户进行预防性处理。港股企业者进入新北金山的中兴宫协助供庙，也有附近的2间民家青都贵土卡的红毛土沟啊，互住户困扰的就是顶礼拜再因为3度日风台来造成土石流，居民拍拼重建工园，车市阁拄到大水雨，致使当地又阁淹水。有一些水跟泥啊，往那个缝，20公分应该有。厝边家大家拢自己困扰去，拢变2、3工无法度，变到台东无法度去啊。经差不多40-50万有啦，所有电器所有啥拢了去啊。真侪黄色的土石冲蚀，毋若宫庙广场受影响，附近民家嘛同款笼罩土煤沟啊，住户无用清理家具，当地区公所是派人前往协助清理，希望会当帮助居民赶紧会当正常生活。因为7日早起气象署针对湘北地区发布大雷雨，镜头换看新北的3支地区，嘛是拄到大雨的侵袭。烦恼这个行动无方便的长辈，因为大雨伫厝无法度出来，里长请国军出动协助民众撤离。因为北县里除了部分路段路基流失，烦恼居民阁因为大雨无法度出外，当地区公所嘛请国军协助展开预防性撤离，差不多有80个实际住伫这的民众。最怕的就是现在在下雨啊，雨下大真的是很危险啊。那时候我就拿那个广播器到处去广播说，请大家要撤离，我们的生命比较重要。气象署提醒，拜一暗时到拜二，基隆北海岸甲湘北地区也是有机会出现大雨，也是大水雨，山区民众一定要小心防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风台也造成家人淹水，这新丰街海中天社区附近崩山崩甲真严重，影响到交通。目前是已经抢修啊，不过今早起呢又搁再落大雨，住户也烦恼讲，这山敢会搁再崩落来。家人市长谢国良也公布，这家人财政补助，包括淹水无到50公分的受灾户，一户也有5000块的慰助金。三大怪手做伙要甲土挖开，家人新丰街海中天社区。这是受到大水雨的闪灯，附近边坡规片的土石崩落来，路全未通。车到暗时总算抢通，有骑奥多摆骑士讲，安尼会当省真侪行远路的时间。整个封路啊，还要再绕一大圈呢。现在抢通了，这样省很多时间，至少省半小时啊。不过拜一又搁落大雨，社区的住户烦恼同款的情形会搁发生，希望土坝崩塌的问题要好好处理，改断紧。不过公务处嘛唔敢挂保证，讲当时的完工。又下雨又那么大，其实已经有造成伤害了，再来可能还会有伤害。所以其实我们住在这边还是蛮不方便的。如何让整个边坡比较稳固，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挡土的设施之类的。不过我们可能还要再跟市地主这边洽谈一些可能的方案，然后做最后的决定。家人市府嘛公布财损的补助，徛过淹水救助。淹水50公分以上、100公分以下的，一户补助1万块；也若100公分以上的，一户是2万块。灾损的车辆若去互土石带去，上济是补助3万；也若浸水的车，上济补助2万。
卡给财损每一个人上济5000块，拢会用上紧放量的方式来办理。未达50公分的部分呢，请大家这个要提供出相关的证明，照片等等，那我们会补助5000元一户。三都市风台带来大水雨，造成家人真侪所在积水甲淹水。不过，测试迄天灾情上较严重，煞是正常上班上课，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嘛提出质疑。家人市长贾国良表示，为车站暗时到测试早起，伊拢有咧看雨量的变化，未来嘛因应极端的气候，伫宣布政策的时阵嘛会更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三道里风台伫南部造成真严重的损害，这屏东的农业损失有2亿3千万遐济，一若高雄统计也要到9000万。其中大社做啊甲演奏的巴拉上严重，市长陈其迈是希望农业部会当全品项现金救助，互农民赶紧摕到现金。规花园甲鱼甲顺转啊，看像人较真啊险袂当转啊，我转啊讲人讲，你毋免去看，我已经无力通行。农民种2分地做啊树，伫咧三德市风台内的迄几工，做啊全部扫了了。资本砍伫咧做啊园的芒色，嘛剩骨架领领。农民透风落雨收倒来的芒啊，即马嘛拢无法度搁再使用。大社农民怨叹讲，一年干大收一摆，想袂到做啊拄则结果，煞拢全部害了了。我这一地差不多爱损失20万，一家差不多损失100万。那高雄大社是全国上大的蜜枣产区，演奏的芭乐嘛是。即摆风台造成枣啊受灾200公顷，芭乐415公顷，损失计共5739万。演过旱路进前，演奏农会集会场应该有大量的芭乐准备出货，不过目前干大村风台进前采收的少量的芭乐会当就市。不良的时阵就拢拆掉啊，就拢脱角去啊，所以变成后壁有一段时间也是空窗期啊。以前呢就1分头拢收差不多15万左右哈，可能今年来收就对啊可能打对折，可能再对折，今年2道风台啦。农业局统计到初6，高雄农业损失卖外9000万，连外屏东的鸡仔类、金蕉等等的作物，甲养殖业损失嘛有2亿3千万。高屏2地拢希望中央会当全品项现金救助，协助农民用早恢复登去做事，渡过难关。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讲到即届风台对高雄登陆，吞踏着高雄超过200间的学校受到损害，其中文藻外企大学有这大楼的窗仔门，规个互风吹起，也若天崩也拢落落来。学校估计讲这损失是有上千万。也若屏东遐呢，也有157间学校同步受损，真侪校园即摆还阁伫咧摒扫当中，全县各级的学校损失加起来有上亿遐济。外边起一大地，走农业封锁线，风台山土车衫带来相关17级的强阵风。高雄文藻外企大学至善楼14楼教师迄群社外开走廊，窗仔架、窗仔坑拢被强风吹走，天棚也破甲真严重，部分教学楼甲宿舍厝遐共款吹甲如苍苍。有一大堆树都被吹走了，就很震撼。因为我们有大片的琉璃瓦被破坏，还有一些教室的门窗也好，或是天花板，那都要重新重置。那损失我们还在估计当中，不过呢，大概就是我们算了一下，也大概在1000万元左右。学校也有落树长花，文藻财损超过至少1000万。风台重创高雄200多间学校，加上联邦4天风台假，烦恼影响教学进度。教育授权学校已经过课程法定委员会讨论了后，春秋调整第2个进程完成期中考试。工作人员将吹落去的铁片集中，万丹乡新庄国小的运动场测试游玩一片如苍苍。屏东市仁爱国小同款也咧青岛类树啊，山头强阵风伫高屏滚架，有154间学校同步灾损，超过1亿。灾损的金额高达1亿1400万元。那主要灾损的项目大概是树木的倾倒造成通学步道的损害，还有我们的校舍大概将近有20栋是漏水。馆长就从毕业去当地各种勘查，后来出动机具加清洁车扫除，铁片才落落去物件。我们各种小学灾损严重，屏东大学校园落树都差不多300丛。风灾了第一天上班上课，校长教职员斗阵整理清出道路，都希望让师生赶紧恢复正常校园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金华城案件，台北的地方法院裁准扣押金华城土地，这金华城敢会来停工呢？台北市政府今仔日是发函予法院，确定敢要来停工。不过也传出讲，这法院是无集权裁定敢着停工，由市政府家己来决定。周万安表示讲，会依照规定，唔互因时间空间，若准继续起，就无要合法使用执照。那列议员也拢呼吁周万安，就要下令金华城停工。蒋万安，你敢不敢砸？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搬出虎头站当场开闸应付，国民党立面靠这抓牌高送黑红啊，要求台北市长周万安对金华城备案提出霹雳，下令停工，唔通做软假戏。国民党议员反对金华城案件可能加做第二个大巨蛋，这期金华城土地被扣押，北市府所发文问北县是不是停工，只是做假动作自保。没有一个法官笨到把这样子的一个指导棋下给蒋市长，所以你们去问只是假动作、自保的动作、缓解压力的动作，但最后怎么处理，还是回到你市政府。感觉你很像一个局外人。那现在连法院都已经扣押土地了，你还说要发函来问法院？那你身为一个主事者，我认为不应该甩锅给法院。那列议员拢反对用代金交回金华城提到的用这奖励，反正若等到判刑才停工，影响更较大。周万安表示，都法局已经接到法院在定书，切切发函予法院，确定是不是应停工。市会立场是，若金华城继续起，违法使用执照。依照相关法令的解释以及函释的内容，我们就会依照规定来不予施工勘验。好，那后续如果基于新建，那我们就不给予执照。民进党议员时上政见会立表批评市政议题和政治暗坎，提醒周万安应该聚焦市政。在市政议题被政治表演掩盖的现在，虽然让您避开了政治舆论的焦点，是你无法实现的政见承诺，没有人会去追。民进党也批评金融监视器征集贿赂案，周万安进前讲会甲台地讲解约，不过相关预算也在执行。不过周万安回应4月7日对应终止警察局监视器专用合约，回归保约1761块执行费用，预算也进行对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一名姓简的小队长进前含同事食饭啉酒，这食饭饱煞骑奥多摆转去，半路撞到警方临检，煞无要接受酒测。这名小队长的单位甲伊调查了后，是甲伊记大过调职。伫咧迄时阵做伙食饭的2位警官，也做伙处罚记新界处分。警察紧急出动，本来要处理车祸颠倒开车相撞到。去年这个案件，桃园的执勤警员方发现啉酒塞车上路。你要测，如果你要测，我拿水给你，你要去测嘛，去测。查甫人涉嫌啉酒塞车，当场拒绝酒测，伊的身份也是新北一名刑警。代志发生伫今年5月，到单无到5个月，警方掠酒驾，搁掠到家己人。严姓小队长涉酒后驾车拒测一事，经本大队调查属实。代志发生伫10天前，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一名姓简的小队长涉嫌酒后骑车。迄天半暝在点外伫新北市芦洲，和辖区警方查落来表明期检，罚18万。也毋过伊接受内部调查，声称暗时食饭有啉酒，所以方记过调职调整服务地区。刚到食饭的2名警官也无申请款到方连坐，罚记1支新界。只要拒测，你就被吊销驾照。请问一下，一个员警调离现职，记忆大过，但是他没有驾照，他如何执行他的勤务？对于员警的酒驾，要有更高的一个严格的处罚。警方身为执法者，带头做无好的示范。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讲，除了强化自我规范，警界即卖定处，协助效果不足，建议调降至解释等方向，提悬处罚力度，避免一再出现警察知法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公车运价2年检讨一届，目前运价是23块。不过，这公车票价是预期伫咧15块，价卡由政府补贴。今年业者提报上新的这个运价爱29块多，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疫情过后，各项拢起价，加上公车欠驾驶，薪水就爱开户较悬，才会当请人来。也那台北市的公运处表示，业者提报的运价也是爱经过委员会审议。
离峰时间等公车民众无偌济，台北市公车票价15块起算，26年拢无调整，业者盼经营压力，未来票价起价，大部分乘客感觉会当理解。相较其他国家来说，是真的是蛮便宜的啊，对啊，所以如果要调的话，还是 OK。要涨多少？3%、5%？还不确定要。对，最多也不能超过5%吧。台北市公车运价每2年调整一届，2年前当时运价来到19块，业者提报希望调整到27，经过审议了后，确定调整到23块。今年工会评估18项成本了后，提出上新版的运价，希望调整到29块外。这是根据新制定18项成本所做的评估，主要是疫后各项成本拢起价，大车司机佫欠人，需要佫较好的待遇。较早运价无甲票价联动，运价起价牵涉到政府补贴金额的提高。后续会召开双北的运价协调委员会，以及台北市的这个服务品质委员会，请专家学者跟相关的委员一起来做一个审查。台北市政府推测审议了后的运价差不多会伫11月公布，提报金额甲审议结果应该会有争差。若规划票价调整的代替面临新版定价上路，初步估计一年可能增加2亿外的成本。经济部讲，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当评估偏的预算。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他们来做评估就整个产业的状况啊，然后当然就是要这个稳定物价为主。针对节能跟节电的部分，用电的效率的提升，我觉得这是台铁目前应该要赶快做的事情。台铁公司票价调整方案报建了后，会伫22董事会阁进行讨论。对外界关心电费的成本，台铁公司发布声明，顶半年家己拍拼省电，今年1月至8月工作场所用电量比去年同期减1.5%。若是对新版定价上路，台铁公司会进行产业的状况评估，研究会向台电公司申请优惠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台拖帮车昨暗经过着第72线苗栗头屋路段时阵，因为无甲这接落来电缆线绑好势，所害规地落伫咧车路后壁3台轿车就安尼生弄弄起哩，其中一台落来并车，车顶一口罩5个人受伤送病院。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物件会落来拢是民间事业单位的物件，应该爱甲这公司加强裁罚。救护车赶紧将1口血5个人送去急救，上细汉囡仔只有6个月大，好佳在拢只有切着伤。我们哪里痛痛？就这里而已吗？事故现场路苍苍，轿车并伫车头，车顶1个血5个人自行脱困，4颗位拢是电缆线。受伤的姓吴驾驶讲，当时看到头前有物仔落来线伫涂骹，被闪已经袂赴啊。很暗，已经到了才看得到。意外发生伫初六暗10点外，轿车伫第72线10.5公里往东方向并车，警方调看监视器发现，一台载运废电缆线的营业半拖车，车后一大包缆线突然落伫内线车道，这个路段无路灯，视线较暗，先后有3台车弄着。依调查情形，举发交通违规或依公共危险移送侦办。伫一般道路甲高速公路线路无品的发照，伫2020年已经提悬为9000至18000的罚款。也毋过，咱物件意外由原件传出。根据高公局统计，去年各道线路无道大约有4.5万件。立法院发这局捌建议，除了罚金，也爱处以徒刑。也毋过，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有讨论的空间。那这时候对一个基层员工处以徒刑呢，也只会让雇主就再换一个人，所以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对事业进行较高的裁罚，那让他对他的商业模式造成影响的时候，这样子才可能去促使业主去改善整个工作体制。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落来物件多数来自事业单位载运的废物。那处罚驾驶真歹有改善的效果，应该对事业体也是这个单位加强裁罚，改善运输模式。对用路人甲意愿投入心力的其他业者，才有相对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新闻逐工在报，这老师说是无惊半人共款。来看这新北中和永和一间幼稚园传出着虐待囡仔案件，这家长今仔日指控囡仔8月去读书了后呢，这身躯顶开始有乌青，甚至伊的面有吹起痕。9月报警察处理，想袂到这监视器画面煞互拍掉啊！学校表示讲已经甲这老师停职接受调查。新北市教育局也讲会依法罚这负责人30万，毁掉证据的部分，检方等咧侦办。
相片内底会当看到囡仔面明显有加热。这个细汉囡仔8月中去新北中英号一间幼儿园上课了后，身躯陆续出现乌青，嘴边佫出现大人加热，家长真痛心，由面带陪同出面指控。我们是去医院，专业的医师回答我们，这个伤痕就是明显的咬痕，并非2岁同年龄会造成的。这个警方尽速来侦办，来协助家长来厘清真相。家长指控囡仔去上课了后，陆续出现伊的面、倒手骨有乌青。9月12日，甲警方报案，社会局的家暴防治中心有打电话来确认事件的细节，因为一直等无教育局的回应，才向议员订正。教育局第一时间受理启动调查，并要求疑似行为人立即停职，查证属实将严惩行为人最重60万。且终身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孩子这需要出事情的，有些那种状况我们都是不愿意看到的。这个老师的部分，教育局提请我们让他去停止他的调查，我们已经在协助调查当中了。其他部分就是让主管机构去调查，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教育局讲已经要求好像像虐待囡仔的教师停止接受调查，并依法裁罚负责人30万的罚款，涉嫌消灭证据罪部分由检方伫侦办。教育现场现在这个老师缺乏严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因为人很难找，前端就没办法筛选，有资格你就求之不得了。也是因为人力匮乏，根本也不敢管。人力匮乏是一个核心的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于幼教现场一直发生好像虐待囡仔案件，担任这件案件调查委员的资深幼教工作者嘛真感慨，幼教工作真无用，仍然欠缺这个现实，也呼吁政府爱重视这会产生的一寡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自04年诺贝尔奖今日公布第一个奖项成衣奖，是由美国的化学生物学家维克托安布罗斯和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加里鲁夫昆做回来得奖的。这两位生物学家发现到 mRNA 在咧转录了后的基因调控内面有作用，这是一种新种类的微小 RNA 分子在咧细细胞生物的基因组织内面呢，进行着一个进化，也个扩展5亿多年，而且伫咧基因调控发挥着关键作用。那准无 microRNA 细胞和组织就巴度正常发育。那准这基因调控出问题，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疾病，亲像癌症、糖尿病或者是自体免疫等等的疾病。继续来看，这个纽西兰海军一只中国的海洋探测舰马纳瓦努1号，台湾时间7日半暝时阵，伫咧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外海执行任务的时阵，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煞扩大熊烧起来。这2点钟后，规只船就沉去，加在这船顶75名军人和民间人员拢有救起来，无造成任何伤亡。I can confirm at 6:40 a.m. today, the ship was listing heavily, and smoke was visible from the ship. At 9 a.m., it was known to have capsized and is now below the surface. 排水量5700多吨的马纳瓦鲁1号，原本是挪威一间能源公司负责伫海上探勘石油甲天然气的船只。2003年落水，纽西兰政府伫2019年为着汰换海军老旧的探测舰，向挪威业者买入了后改装。2020年重新复育，用来探测海洋水文甲生态。纽西兰官员指出，马纳瓦鲁1号航派前往的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当地海协会1987年以来都无方详细探勘过。经过几年的巨风海中侵袭，海底水文甲生态状况不明，需要详细调查。马纳瓦鲁1号执行任务的时，伫离海岸1海里的所在发生扩大了后导火沉船的事故。At this stage, the exact cause of the grounding is unknown, and this will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I can confirm there were 75 people on board at the time the ship ran aground, including 7 civilians from scientific agencies and 4 foreign military personnel. 纽西兰官方表示，获救的人员先伫萨摩亚临时安置，随后会送回纽西兰。另外，沉落去的探测舰除了调查确实事故的原因，纽国军方也准备尽可能将残骸导入出水，以免留伫海底，进一步伤害海洋生态。公司新闻旗家真编译。
巴基斯坦上界大的城市克拉奇伫当地初六传出着机场附近发生爆炸攻击，造成当日进行电力工程项目的中国工程师车队有2个人死亡，几多人受伤。目前当地的分离组织 BLA 秘鲁指解放军已经成立犯案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要求追查这件事件，讲着要保护因的中国公民。爆炸现场乱糟糟，几台车拢烧起来变作废铁。巴基斯坦上大城市克拉奇当地初六在接近克拉奇机场附近发生车辆炸弹攻击，协防技术舰队中国企业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的工程师车队犯案。जो इनिशियल इतला हुई है वो एक ऑयल टैंकर जो है उसके आग लगने से जो मुतअद्दिद गाड़ियां जो है वो उसकी जद में आई हैं और उससे बहुत सारा कोलैटरल डैमेज हुआ है। उसको हम अभी मजीद असर्टेन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इसमें दहशतगर्दी का एलिमेंट या कोई और एलिमेंट जो है तखरीबकारी का वो किस हद तक है जिसको हम अभी रूल आउट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外国媒体报道，这间电力公司计划伫卡西姆港起2个煤炭发电厂，说技术伫启动地勘载时阵受到攻击。暂时当地分离组织 BLA 秘鲁之解放军已经发表声明申请犯案，表示因就是针对这阵打到机场的中国工程师甲投资者犯案。这个恐怖攻击至少造成2名中国人死亡，更包括1名中国人等真侪人受伤。这嘛是今年以来当地第4件针对中国人也是中国企业的攻击。秘鲁之星是巴基斯坦上大省份，天然资源真丰富，经济刷真善洽，是中国在当地发展“一带一路”的经济重点区域。也毋过支持秘鲁之神独立的 BLA 组织却认为，开发计划不当剥削当地人，居民并无得到利益。过去真侪党拢针对中国企业甲民众发动真侪袭击，阻止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今年8月，搁伫当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造成超过70人死亡。暂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已经要求对袭击的事件做调查，甲保护中国的公民。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嘛谴责攻击事件，强调已经展开紧急调查，会抓到凶手停处。公司新闻台上朋友。NBA 费城76人队目前因的主张是到2011年到期，而且无要继续签落去，是因为这球团希望起一座现代化场馆，地点就建伫咧费城东正街附近，说互东正街居民抗议，因是认为讲这新场馆会造成东正街严重的交通也个治安等问题，甚至是互东正街缩小或者是消失去。Mayor Parker has decided she is supporting the arena. 陈信武无爱棒球场 T-shirt 阿协联合会创办人之一魏忠美，也是拯救东正街联名成员。伊提放上头公司费城市长有完要互 NBA 76人队新球场起伫费城决定，互伫东正街抗议群众真不满，因为因认为场馆的建立会为东正街带来严重交通甲治安这问题，甚至可能互租金欠悬，逼老人加收集家庭甲新移民这族裔居民爱搬走。They tried to put a prison here, a casino, a stadium. These are all exploitative projects that really just aren't about the community. They're not the right size for the community. 经济观察，因为种族主义这因素，美国东正街常常伫都市上少上无吸人街区，而且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已经将费城东正街列为2023年上濒危的11个历史区域之一，所以会开13亿美金，有18500位的76人新球场，和费城市长认为是振兴经济的机会，因为除了是76人的主场馆，也可能做互其他团体办演唱会甲其他活动。不过，东正街有一半店头拢是家庭式的经营，体育馆对因来讲，敢会互生意搁较歹，袂带来收入。We're more targeting towards community people or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our products, you know, like ceramics, porcelain, China arts. But the people that the arena is going to attract is mostly people who's going to want to drink, eat. That's not our clientele. I think that it deserves a revamp,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76人加即卖主场富国银行中心遭约到2031年到期，东正街居民也讲，不管安怎讲，这场抗争也未结束，因会继续战。公司新闻新闻陪朋友。
总统赖清德今日公布武警所大赛名单，其中也包括着羽毛球的球后戴资颖，是台湾有史以来上少年的武警所大赛。赖总统精心颁发聘书给戴资颖，将做台湾有史以来上届少年的武警所大赛。戴资颖表示会让大家看见到台湾。赖总统这届聘请27名资政、76名国籍顾问、10名武警所大赛，协助推展对外关系。武警所大赛名单方面包括着戴资颖，也包含着前所为发展部的部长邓峰，也有棒球协会女性裁判刘碧君等10个人。前总统蔡英文按算12出发，要访问欧洲，包括着捷克在内的3个国家，时间是8天，会出席捷克公园2000论坛，而且发表演说。这是台湾热任的总统头一位去到遐，蔡英文也特别受到重视。总统府也证实讲，蔡英文初日有去到赖总统的官舍，2个人交换国防、外交、国际合作意见。这是520了后，2个人头一届做伙出现。在赖总统邀请之下，第一拜用访宾身份订回总统官邸。前总统蔡英文初日拜访赖清德，是520交接了后，两人第一拜做伙。赖清德佫提前伫门口咧等，伊佫感谢蔡英文拍8年基础，蔡英文是肯定赖清德提悬全社会韧性的赞处。谢谢您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说整个国家，还有特别是外交、国防还有国际合作方面。这个全社会的这个韧性这件事情，确实把它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来是比较好，因为要有一个比较高位阶的这个整个的机制。蔡英文12要访问欧洲、捷克等3个国家，赖清德全力促成消停，佮派出蔡英文任内重要幕僚，国会组成委员会黄中安随行。蔡英文按算参加捷克公园2000论坛发表演讲，也是台湾下任总统第一人。我们过去的现任总统里面，那么大概除了马总统以外，北京对我们任何现任总统出去访问都是高度的这个打压了哦。那么透过这种亲身的接触，可以跟各国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同层级政治领导人可以有这个最直接的接触，那么来表达意见，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最好的这样。蔡老会唔但讨论国家大事，蔡文也甲赖清德关系2只狗仔班班甲马会生做会，佮分享狗仔佚佗物啊，上受欢迎都是这包家己做的牛肉干。他自己做的牛肉干，所有的猫狗都喜欢。如果你有喜欢的话，我们那里可以帮你制作。交流饲狗的经验，也讨论家己的狗仔无共款性格甲家的代志，互两人做伙加一寡家庭宠物趣味台。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军火商瑞信公司涉嫌卖予咱较贵的军事武器，国防部长郭立雄今日去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针对外界质疑这当庭已经累达维修费用就要377亿，郭立雄强调装备证据拢是台湾要爱的，维修是根据着咱的需求。另外，军方也承认讲，咱是无裁调稽查军售案的报告，郭立雄也答应讲会检讨这稽核的流程。美国军火商瑞信昨日公布军售绩效案脱销，国防部长郭立雄这次到立法院报告，佮表示，美国会负完全责任，会要求美国政府将所有的款项全部交还，也不过外界质疑，其中包括中电有经累达3阶段维修费达到377亿，洪培平，强要会当佮买一座全新有经累达。装备是我们所有的嘛，哈，那个所获得的这一个情资也是为我们所用。那所以相关的这些维持的部分呢，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军售是我们跟美国政府之间的签约，美方都要负一个完全的责任。调查立委更加关注，敢是会通过检视所有类似采购案，甚至调查过来敢是有监管涉入。在军售案上，有关军售这个模式，台湾有没有能力注意处理或了解到异常现象？没有办法。有没有掌握到我们国内的人有没有问题？美方并没有说明我们有任何我方的人涉入。郭立雄答应会检讨上述案的稽核流程，也毋过军售争议毋拿一件。郭立雄证实，2020年182亿的爱国者3型飞弹中检测案，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先自甲美国签约，时任国防部长兼执法事前毋知影有定数欠点。另外，美国积极打造飞航供应链，也毋过自安形式多模型检证，加做美国国防部采购案的经济性要求，认证费用恐惊是一大负担。
美国授权某一家，或者是美国授权某一家认证公司来做认证，或者美国自己在这里成立一家认证公司，所需要的这个费用就可以比较大幅的降低。增强抗洪战略，不过后一代先进战机 ADF 传出会无采取自制研发，会向美国争取采购各类型飞行。那自主研发成效加上外国装备得到可能性，自制后一代战机都会行落去。无种游玩是行自制甲外国两条路线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经过6摆的碳费审议讨论，今日决议一般费率是由达动300块开始扣。这企业若准提出自主减量计划，达到指定减量率，就优待费率。目前是有 A 甲 B 两种，分别是50块甲100块。接下来，环境部伫预告了后，会正式公告，并明年元旦生效。有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摆开的第6摆碳费审议会，环境部破例开放媒体伫会议正式开始进行集气协会面。审议委员会出席率真悬，为早起9点半开到特别下晡点半，将近4点钟讨论。最后决议碳费一般费率每吨300，优惠费率 A 甲 B 分别是50甲100。只要他愿意减，那么这个优惠费率 B 就不要定得太高。那但是呢，也不能够太低，导致于说这些企业呢，他就没有要愿意去做这个减量。国内爱交碳费有500厂，排放量占全国54%。那是要付优惠费率，都要提自主减量计划，佮达成指定下减率，以年排放量超过1000万吨企业来算。若无减碳，每吨收300，爱交买30盒。若应达到上严格行业的指定下减率，应用优惠费率 A 50块来算，可成最高摄入行业排放量调整系数0.2，费率只剩10块，敢若爱交1盒。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你要拿到优惠费率，你一定要付出减量的成本，也是应该要纳入这个所谓费率的一个价格水准来做考虑。不过，环境部有讲，提自主减量厂大部分会伫每吨100块优惠费率比推高到2030年应减少17%排放量，115年碳费基金规模差不多60亿。学者为函表示，规模比空污基金的70亿更较少。60亿的这个经费要来作为所谓的减碳的那个再投资、再补助来讲话，都会有些在支应上面比较不足的部分。经济部也表示遗憾，说是认为费率升过悬。经济部虽然派人参加，不过无接受采访。事后各项分析指出，科学基础减碳目标对一般产业来讲，短期无法度达标。优惠费率比每吨700，也明显比日韩国较悬，对部分企业会造成财务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对3月开始讨论的这碳费定价，经过6摆的会议，总算做出决议。不过外界敢若是无啥满意同款，是因为这优惠费率上加只要1吨10块尔。环保团体批评讲，这款的介绍是凭一粒地米能够较不如。另外，工作也批评讲，这优惠费率比100块依然是真悬，对产业低碳转型是真不利的。官团代表更有放红影的叫出巡来考试企业，都那亲像红影同款。游说政府想要互碳费的费率俗了搁再俗。官团是烦恼企业若是达成自主减量，就会当享有优惠的费率。部分企业希望的费率1吨竟然比20块搁较少。假日听到工总提出一个更夸张的价钱，就是优惠费率要低到6块钱。6块钱，如果我们再加上碳费执法打2折是多少钱？是1.2块钱。1.2块钱比我们台北市的专用塑胶袋还要便宜。下晡环境部公布碳价费率，企业若是会当拍拼减碳，会当享最优惠费率1吨10块。虽然无俗价，亲像专用糞扫袋啊遐尼含，不过团团也是认为无好教导，比地米能够较俗。不过工总表示，目前也未规划台版的死板向进口业者扣税，已经造成产业无公平竞争。因为国内费率爱有更较好的配套。乖乖的减碳，我给你奖励。不乖不思长进的企业，你来课碳税，我们大家都同意。只是说这个 range， 一般费率跟优惠费率，我觉得要有一个大的差距。这届工总也是认为费率偏悬，不利产业低碳转型。各讲基本工资电费当做起，形成低唔当的负担。针对工总呼吁量早实施台版的死板，环境部长偏启明表示当地规划。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有进口国，我们会要求它的商品必须申报这个它的排碳系数，还有它的碳足迹，比较符合公平正义的一个原则。
审议会为3月中头一届举行，经过6届将近7个月，结论总算出来，只是权团批评费率伤低，工业界说烦恼伤悬，看法差真多，是毋是有可能佫改变最后的计效率？环境部表示，除非有佫较好的理由来改变，安尼无环境部会尊重审议会的建议来核定，负起政治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假期有民众参加旅行社去到克罗埃西亚旅行团，到当地险险啊，互人绑架。这观光署今日去旅行社做业务检查，发现讲这旅行社确实是无把这钱纳出去，会看情形来甲业者处罚。社基会也要提醒讲民众出发进前，若总有含这旅行社签订旅游定型化契约，伫国外所发生这款的问题，等来到台湾了后，拢会当甲因讨赔偿。假期来的圣诞女子一行27名参加旅行社规划的克罗埃西亚行程，离境前互当地旅行社以无收到台湾旅行社款项的理由，要求团员爱先付钱。甲外团员先付新台币187万外，圣诞女子的面册写，互人绑架啊，向来求问这字样。观光署介入调查，切一起旅行社进行业务检查。他的契约有没有按照规定签嘛？该保的保险有没有保嘛？那中间的款项的付款状况，我们也会进行了解。调查发现，旅行社确实无支付全部的款项，予当地接待旅行社，才会影响旅客权益。观光署后续会照消保法甲法定观光条例，请旅行社表达意见了后，看违规情形依法处理。业界传出这个旅行社负责人，较早嘛伫其他旅行社服务过，当时毋是主要负责人。留好相关的缴费资料，以及签订旅行契约书，回来台湾之后，能够向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提出旅游纠纷的调处。丢包的情形，它是有针对业者的恶意程度，除了呢这个旅费的赔偿之外，它还有额外的惩罚性的违约金3倍到5倍不等。消基会表示，依照旅游定型化契约，都算是客制化行程，业者宣传的收据，或者是甲游客约定的行程，拢当作契约的一部分。消费者若是保存相关的收据，各伫互人绑架的时阵搜查证据，会当证明甲本来的行程无同，所产生出来的费用，回顾了后，拢会当向主管机关申诉，向业者讨赔。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青山渔港的海边啊，昨有发现到4只乌鹅看山，其中有3只是无较严重，就甲因放因收倒转去啊；有1只是较严重，带转去生态鲸豚中心治疗。咱做回来了解。生态鲸豚中心的志工2个人一组，一个人依持乌鹅的姿势，甲伊的鱼领一个气孔顶面，避免伊的器官去放地着。那另外一个是一直甲伊淋水降温，希望维持伊的生命现象。从那个挫伤的后面，你也可以看到有很严重的晒伤。那其实这样对他第一个危机就是第一个会脱水，然后第二个大面积怕感染，拿到血检报告，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应该给什么药，该怎么处理。海巡署初6早起8点接到民众通报，讲台南青山渔港南堤海沙部有4只活的海猪集体看山，也因为安尼先随通报南部分署第1划船队派人去救援，要联络生态鲸豚研究中心协助。到现场看了后，认为这海猪应该就是乌鹅，其中3只身体状况较好，原地甲伊放转去，那另外1只是带转去治疗。它在台湾周边海域会季节性的通过台湾周边海域至于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搁浅的情况，后续我们会再持续的关注。王浩文表示，乌鹅是关注的动物，大声放放转去的乌鹅竟然够收倒转来，互现场的人员是保养试试。不过，为什么看山目前是无法度判定？也因为乌鹅集体迷失路径看山，离最近一届是4年前，迄当时伫咧高雄港的港口方发现有5只，落尾是5只死亡。也因为这届是发生伫咧三道鱼风台过后，敢是甲风台有牵连，这部分也需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礼拜这三道鱼风台来时阵，风雨是正透，高雄、屏东拢出现这14级以上的强阵风，人就要徛袂在啊，搁较免讲这野生动物。最近网络顶头就一寡南部民众伫咧分享讲，因为捡到受伤的鸟仔，唔知影要安怎处理。这林业署是呼吁民众会当先敲1999市民专线，各县市会当提供协助。顶礼拜三道鱼风台甲南部送甲路苍苍，唔那安尼，阁有真侪高雄、屏东的民众捡到鸟仔，
野原野生动物病院表示，因已经收到上无35只鸟仔，有被定时也会燕鸥等等。照护员讲，即马是盗鸟落难的季节，可能是潜耍的是风雨上头钓伤的，嘛提醒民众若准捡到鸟仔，千万唔通摕物件甲吃，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它有可能在种植的过程中伤到了它的消化系统，或者是其他更重要的器官，那它可能在你操作喂食的过程中，就导致动物这方面变得更严重，甚至有可能它那个情况下，它是完全不适合提供任何食物和水的。照护员嘛表示，捡到鸟仔第一先观察鸟仔是伫休困，还是有吊伤，有吊伤才甲当3天，先用囡仔甲包起来，然后放伫纸箱仔内，下底爱自面巾，还是绑纸撮好咬住的。若是要用吹风机甲鸟仔吹好干，嘛得包面巾吹，避免热伤害。另外，有真侪民众唔知爱送倒位去救伤，林业署是呼吁先卡1999市民专线，各县市会提供协助。你有可能在移动过程中，因为不清楚一些专业或不清楚动物的一些状况，反而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建议第一打1999。那如果你有找到一些救伤的单位的电话，你也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他们。林业署表示，各地区无同的救伤单位，因为专业无同，唔是所有的救伤站也是动物病院拢有收鸟仔。建议民众要先问好清楚，避免加走一撮，嘛通避免在山洞的过程对动物造成紧张甲详细的负担。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嘉义县政府配合公共电视，按上要伫咧嘉义县举办14场的校园交通安全宣导活动。10月初7采起呢，头一场宣导活动，就是由这公司自动节目水果阿嬷的大仙翁来到这个破主的大同国小，甲300多位囡仔做伙来跳舞，学习安全的交通观念。大考的300多名囡仔对着舞台顶的翁仔来做伙跳舞。嘉义县政府为着要向学生囡仔宣导交通安全，特别甲公共电视合作，邀请伫同节目的翁仔入来甲学校，要用耍的方式来教交通安全的知识。过马路要小心车子，然后呢，要看红绿灯。可以透过这一次交通安全的活动啊，让小朋友跟这些水果奶奶还有腰果的大偶一起玩乐，然后再开心的学习，能够得到一些交通安全的知识。副主持大同国小表示，学校隔壁阁有一间国中，上下课的时间才会交通就会较乱。学校甲学校之间虽然会互相配合，也毋过囡仔嘛是爱有正确的观念。透过趣味的活动来教囡仔，互因的学习更较有印象。让孩子在生活之中都一起可以更重视交通安全的议题，然后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家长一起关心交通安全这样的重要性。透早的状况，囡仔要过马路嘛是有这些潜在的一寡危险啦吼，所以我嘛是尽量透过宣导、透过教育的方式，结合咱在地的警察局的一寡资源吼。咱希望这个交通会当慢慢整理到一个状态。嘉义县教育处指出，伫市区的学校除了北部接送以外，嘛有真侪补习班的车辆，复杂的交通状况，嘛互较早过路口停看听的观念，即嘛阁加侪想。透过公司儿童节目的宣导，希望伫囡仔细汉的时阵，就互因正确的观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年的10月是这手机啊回收季，根据着环境部统计，目前台湾的手机啊回收率只有12%尔。旧的手机啊若准无经过回收处理，对环境会造成真严重的伤害。新竹市环保局今年除了扩大回收地点以外，搁再提供礼物要送互民众，希望提升回收率。时代进步，即马大家一般拢有手机啊，而且无几年就换新的。用完旧的手机啊，常常拢是放在厝内，甚至直接断掉，造成环境伤害。根据环境部统计，台湾一年卖要挖500万台新的手机啊，不过回收数量煞无到1成半。拢等咧厝的啊，一堆唔知要安创啊，无伊咧等到说伊会惊歹，会惊爆炸啊。愈来愈侪哦，拖地一开堆的哦。我迄化学物质其实阮大家拢知影讲这是足危险的代志，但是阮民众都唔知影要安怎处理嘛。环保局即马要回收摕来互回收嘛是，我感觉安尼是较好的。新竹市环保局指出，手机内面有真侪包括盐、水银等等的重金属，无经过回收处理，若是乌白弹、重金属流入去土壤内底。会对环境造成真大的污染。手机是使用完啊，
废气啊，如果没有妥善的回收啊，其实对环境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手机里面有一些重金属啊，有一些塑胶的一些料板啊，这一些的，其实对环境啊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不只有影响，如果我们能妥善回收啊，这些废弃的资源物啊，就可以转变为一个再利用的一个产品。新北市府今年除了参电信业者以及超商合作，增加回收地点以外，佮提供民众回收一台就送一罐洗碗精活动，希望提升手机的回收数量。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华鹿港的增补工艺有上百年的历史咯。做一阵新出的外皮有一项工艺叫做勘测线。中华传统工艺增补保存者吴尚武艺术呢，伊就开一这测线工艺体验课程，甲学员安怎设计多样小测线，希望透过学员的创意，或者传统的测线工艺有无同款的应用。学员认真画图，每一个花草拢无同，刷落来佮爱甲规地插图扫做幼线，无细腻可能会扫转去。这是中华传统工艺增补保存者吴尚武艺师举办的测线体验课程。参加的学员讲，扫线过程嘛是咧磨练心性。初开始的时阵，一定无可能做甲像老师遐尔厉害。啊，因做规世人，啊，咱才第一工咧接触尔，应该爱学迄个态度，甲学迄个安怎甲迄心静下来。过去增补口语咧讲是叫做装神明，包括开宝、拍粗批、开面入神、牵测线、按金彩绘等等。亲像即阵关圣帝君，都爱用半年的时间才有法度完成。其中测线工艺的扫线，即阵已经渐渐互机器取代了。吴尚武也特别开课，教民众手工扫线。因为伫爸爸的时代，伊就是顾手工的落来扫线。即摆我嘛是讲，互跩学员去感受到扫线，爱足热心的。如果无安尼做，这会渐渐无去。伊会当应用伫一寡迄个平面馆顶，那伊就无一定是伫新村馆顶，还是讲伫建筑物馆顶啊。咱若是做伫像那一个装饰品挂伫厝的嘛，是足水的。增补工艺师吴尚武表示，透过课程，除了互民众认捌增补的过程，体验测线制作，嘛希望民众发挥创意，互测线这项传统工艺有无同的变化甲应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这礼拜是伫咧高雄永安市纸风车剧团第2阶段368支动艺术团庭上尾一场演出。10月19第3阶段首演就要起鼓啊！未来伊也希望结合更较侪在地故事、环境议题，互台湾囡仔认捌到故乡的风土民情，提升因对家己的自信。我们在10月19号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到2厅院的户外广场。纸风车剧团的演员同齐伫舞台顶唱主题曲《天若光》。纸风车368儿童艺术工程行达全台368个乡镇。这个月7日准备要伫高雄永安完成第2阶段上尾一场的演出。368艺术工程行18档啊，因透过演出，甲艺术插入去台湾的每一个乡镇。纸风车剧团讲，伫真侪所在拢是因为有因的表演，才有大型的活动，而且是规家伙仔拢来看。每次纸风车有去表演的时候，是他们全家最快乐的。那他们跟我讲说，过去几年所有清化最大型的聚会都是纸风车去表演。用戏剧结合环保议题、在地文化，互当地囡仔认捌故乡的风土民情，提升因对家己的自信。基金会执行长张敏仪也表示。纸风车是全台湾头一个，敢若透过民众甲民间企业的力量完成的艺术工程。一路行来，克服真侪困难，就是希望会当用艺术陪伴台湾囡仔，豆豆啊这类文化底底，互世界看到台湾。他说，因为台湾小，但是我们台湾要让世界看到。那我想就只能走出去。那要走出去的同时间，其实真的就是把自己做好。刷落来10月19、368艺术工程的第3阶段就要起鼓啊！首演也伫2厅院举办。未来第3阶段团队也针对联合国饮食法典的标准，结合更较侪在地文化、环境议题的概念，希望不管是伫都市也是庄脚，这片土地所有囡仔拢会使有平等的机会去接触艺术，透过戏剧，互艺术的经济发展继续生态。记者张家琪、谢桂林台北报道。
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2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27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文理教社倒一个台语词是对英语来的咧？讨论。哎，起来！12,000块。哦，对。香港的人会讲先是讲阿 Sir，阿霞是迄阿霞囝阿霞嘛。